publish this. Han. No shit. Okay. Okay. Last topic. 呢度入頭，但係你講嗰啲湖嗬，我愛幫佢哋幫建議俾salt 鬼。你在 Google 你會叫 recipe 嘛 ？Salt big fish。因為 salt 你咪用 fine 嘅，你用特別用 sauce 嘅 kosher salt。菜飲啊，sauce 加菜嘅，sauce 嘅用嘅。所以就用個料去啊，一傾啲啊邊嘅菜嗰邊啫。OK，變鹹糊去嗬。OK，咱等下。好料啊！搞笑。冇咩教。冇搞笑咩？好似啊。冇咩教啊，冇法度。你 warm 你把刀。阿波那呢 warm 佢啦。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個在到啲嚟邊啲學見嘅節目，當見真正後尾往人嘅逼阿漢老掉個往講話。耶！甲咱講偏話。個往講偏話，我老嚟教佢講偏話嘛。哎呀，試我俾 keep the record，咱就拆佢，start 佢。No，你 YouTube 度 record 啊嘛 ？No，俾我咪做 edit。OK，等我 try 佢。等我 try 佢 record。No，我 damn thing 被 record 喂。等我 restart 佢啫。你阿仔有驚佢哦。我 record 上久啊，因為我係小氣 record 嘅。哎呀，各位聽眾，哥再歡迎路人到啲嚟邊咧學見嘅節目。當然，只阿妹特別往人嘅逼阿漢老掉舊人拍 call， 阿漢歡迎。我能講偏話。阿漢為嚟講偏話。OK。阿漢我引導哦。哎呦，你那引導。唔該夠講偏話啦。哎，又講偏案啦咯。OK，個阿漢咯，阿漢喺邊個蘑菇咯，歡迎蘑菇。Hello。而家到喺邊切菜沙律嘅事，大粒頭啊你。大粒頭，歡迎。咱羅蘭就成日大隻，大隻。喂，使得轉一檔。咱 lunch time 咩事啊？大隻大隻咯。แล้วก็喂 producer บราจันเก歡迎。歡迎，我冇得個食飯呢，我哋講偏話。Mẹ chả về túi nhá. Iya, mẹ chả về tí đâu, tí Malaysia. Cái gạo tiền đó luôn. Hả? Bà tiền cái này hả? Mẹ tiểu tiền nha là, lần công phiên ủa mà. Chê! Tiểu lâu. Wow, I wish好先。本來希望係基本啊，你個半時嗰度冇。我都唔捌拄過，不真基本啊。係啊，你知啦，我哋阿莊不是教講偏話啊嘛。我是講未來。你冇來掉，你講你會來幫飛機幫我。啊，莊，嗰幫飛機啊，你是愛去英國啊？等日個講，即係嗰住來，即係新嘅人是住來。哇，我冇線了。你是住？林。哦，林咧，林乜個冇困啊，林。我冇攞幫工嘅，等住佢做工嘅。你話你係冇攞幫工？我做 event 嘅嘛，你有等住佢去做咯。哦。林啊！你特別係面嘅做好未？做好啦。哇！我咪咁諗嗰時係咪個嚇咁或者單隻 show 出嚟時，講已經制時係咪物件？我覺得講到無賴人絕對聽佢 show 好好嚟聽，你知係咪物件？少。我做 event 嘅咯，真係 surprise 咯。做 event 嘅，我做 event 嘅。了。
我叫咪講片話咯，我係話第時，陳條媽呢？陳條媽冇對嚟啊！陳條媽含條媽到底？陳條媽到底係？睇到係啊！我哋咪跟人講，阿涵，你聽佢都媽咪啊？ Yes， 阿涵，阮淡聽過啦。你會第一句你講嘅片話過是幾時？ What？你下面片話？第一記嘅，第一句條頂到講佢就片話。冰刀啊，OK 啦。愛甲朋友出街嘅時，甲伊講，甲朋友飲茶啉茶，或是我就甲伊講，我甲朋友飲，其實是飲酒。哦，你甲就講甲你媽講啊？安尼款咯。哦，係叫，現在搞啉酒嘛，嚟叫阿涵，即係酒嘅出嚟嚟嘛。你對阿厝嘅時味啲喎。啊？你對阿厝嘅時啊，你去飲啊，啲味啲喎。我媽咪味袂着誒，伊無 sense of smell 了誒。哦，歹死啊，你搞。無啦，take advantage 啊！我媽咪嘛無管誒，迄個 destination，伊管我before 2 AM，let's say 到唔到厝爾嘛，我就 pop 我誒戲入伊房間，媽咪我到厝了哈，愛困了哈，安尼款。啊，搞咯，professional 嚟人。OK 啦，呢個 small white lie 阮就愛講啊，嘅。對，我是要講嘅是，有啲 white lie 嚇，有啲是你講片話特別你別想嘅講，你是為了好理由嚟講片話嘅。你是咪以當時了嘅講片話？但係，但是做人嚟講，特登特別講啲嚟講係，當時出較濟數個嚇。對。有，嗱，咱講嘅 white lie 成日講，安怎講？安怎係咪情形以下你捌用過？買對家還。己，嗰是對third party 我個有伴嘅可能。OK，我唔知講我係算無算啦嚇。When 我 after form 5了嗬，แล้ว我就騙我嘅 parents 講我去佚佗去垦丁。Then but actually 嗬，我無去垦丁，我去報 college 嘅名，我去 register。哎呦，安尼乖。แล้ว對家厝了，甲嚟講咪我愛去 KL 讀冊了。แล้วว่าตัวหอลุยขี่อ่ะหรือว่า parents ไม่หอว่าเราขี่ KL มาแล้วว่าสิ่งที่เห็น register แล้วเห็น fee สิ่งแล้ว對ไหนแล้วบัวขวาแล้วมาตัวเห็นลุยมา哪裡先斬後奏啦，嗰時所以這是最好嘅派話是嘅冇好嘅派話咧好嘅派好本啦對好啦我粒頭啊！我粒頭，你可以大聲啲 please，你個麥等係咪？哦，OK，你熟。安尼，要只啲音，很難知大聲嘅，就係去嗨啊，steam 一搏啊。然後，喂，佢講，我知道，你唔係講咩是算咗騙咯？大家講下㗎，20分。水本，我有知道嘅是，我咪是拍算俾啲馬來西亞咯。我 plan 好時辰嘅我當劍嚟看啊，然後我當然已經對㗎。我對佢冇，我會教嘅時到我唔知是幾時背啊，唔知是教過14號還是19號嗰陣背，我就俾佢對馬來西亞。都好在上面 happen 咯 ，9/11。9/11 happen， 喂。12 years ago 啊，13 years ago。就是 9/11 是2000咩啊？1了。Yes。2001。我記得電視2001。So 我就去，我係 trip 就 cancel 咯，我係 lawyer 還是我 immigration lawyer 我未談
green card 噶嘛，我是拖掉我 green card 啦。I mean application 接我單掉 approval， 我落一講 ，nothing like this has ever happened before。伊講唔捌發生過呢物件，伊叫我唔通出 country， 伊講唔知你 reaction to 即係 foreigners anything 樣唔知會成個 lock up 咪可能接出嚟，可能伊講。佢哋點先係是 Malaysia blacklist as terrorist country？because 有一個人到底 capture 到啲 Malaysia 嘛對哦 ，I mean 唔是 capture video capture 到啲 Malaysia。แล้ว伊講叫我問 leave， 我咪是無法度咯，無法度 cancel 我 trip， 我度了唔知400-500塊cancel 我 trip， 我被 take full refund 啊。แล้ว on top of that 我 plan 要去食烘啊，無通去喎。你講我回島，แล้ว我就回軍咯。แล้ว holiday 係睇啊，係咪㗎睇啊？我一頭家己買飛機單去 New York City。哇！你去看？去找我朋友，我是去找我朋友，我是有一個基本是回到，我當今講起來跟佢講嘅，唔是特別 actually 我嘅 rationale 係呢，嗰時我 feel 到第一 safe city 有可能是 New York City 啊 maybe， under 安尼大嘅係咧，都啱啊！伊去浪了，伊無可能個浪回 New York City 嘛。係咧，你要sorry， 你講，唔是 correct 咯。But okay。你想講你 the chances 是你reasoning 就是講你若是講被 attack 啊，你被 attack 咧，你把你個 attack 過位哦，還是你被 attack somewhere else？Because 你 alert 到人家講咧嘛。It depends on strategy. Okay， 講起 strategy 嘅物件 ，sometimes 你做 double tap。I mean, if you 唔係講白行物件啦 ，just 講 purely in terms of being military strategy 係咪㗎啦？有一個 strategy 叫 double tap， 這邊伊人用 double tap 嘅。I think 美國伊人用伊人 drone 就是伊人做 double tap 嘅嘛。是，我明白。But anyhow， 我講 OK，under 你係是佢哋 city 嘅啦，真正係馬達 everything 嘅了，並係咪嘅啦冇問題。所以我就去哦，特別我驚我係 parents 在嘛，所以我唔敢講咋。你去那邊是撐熱鬧嘅，是唔是？我有 friend 到那邊，我 friend 到那邊，所以我走去吹咯。แล้ว我講聽我背過，我可以叫我背過伊個 ground zero， 我可以背機啊，背過我可以看到伊坑嗰個煙出來過。哦。我背機可以看到，我目睭看到到啲啲。你背嘅時係是擺幾號？10幾號。跟住你擺可能10節可能，嘅10節啊。少個有分出來啊！有啊，哎呦，唔知讀估啊。呀，係大粒頭，你食物件真多聲啊！sorry， 係點先係話會記哦。一多一隻。係點先係伊人 9/11嘅時我讀啲 class 嘛。呀，你 imagine，OK， 我唔是 racist 啊 ，OK， 我 just 講 as observation 嚟啦。我係先生都是嘅人啦。所以入嚟 classroom 嘅時，佢哋變白去。我個白。白去講嘅，白去呢種即係物件，伊未無咩愛教咧 ，because 有 friends 喺邊嘛。哦。特別做先生係好嘅。發生嚟啊！冇啊，多啲大學嘅事。那因為 OK， 所以我騙人咯，我唔騙人，我講OK， 我唔講我其他日本，因為我拍電話對住我特掉，有一點聲拍電話對住我，對我特定嘅話，我唔敢講。講嚇，那人哋我對教我是個敢講，嗰是壞蛋。有 screw 哦。嚇？有 screw 哦。冇。你講嚇？驚咗？冇嘅，電話出來對路啊！嗰一個來就是 about 我係，唔係看你講，讓別人講先，別人講我來先。唔係我來，我 black 來咩啫？係咪來咩啫？講片話，四行時刻講講嘅話。講片話是啊，問計驚，我覺得人。啲條後面係講我有一個卡破碗，然後家己卡破嘅，講唔是我卡破嘅，伊卡流嘅。
細漢時啊，細漢時啊。啊，細漢嘅時，然後嗰就是雞女，第一期嘅是雞女。哦，講下。想啦，鐵拖雞女啦，鐵拖雞女，雞女夾佬就拖架，媽咪唔知啊，家己碌，家己夾佬碌學下破，唔是我做嘅。你慢慢快做落去。我我是講。我是負責啲我嘅劍會爭議嘅事，你識負責啷美紅哦？啊，知。大了未啊？有人入來做爭水經嘅下咧，啲水我叫人浸喺內面，浸半點鐘啊！我真係冇結氣哦，嗱真係。點解係水無個了去啊？啲係啲啊！我講我爭個了，一成個是我要流坑啊！你是做咩事走落去浸？喲，笑啊！做安在水鍋嚟嚇？哦，但是我呢些隻呢啊，美紅的比較大咧呢。你睇做咩事我笑？就是。我把做過。我做咗咁時美紅，我係是。咱入水池嚇。咱入水池，我冇是做過。我感覺細漢你個了做過啦。你知美紅隻 A 嘛？了啊，我係我係見啊，有時嚟把肚跌掉啲係較會閃了喺粒湯，喺你美紅咧可以較滾嘛，無你壓落去頭殼，無連褲落去跌啊，較藥水起來。我愛落來嘅時，驚講嘢佢落落來。講下橋。啊，無咧別個了去，我掉貓啊！哇！好笑，就是諗我浸個水池，阿漢唔捌浸啦，阿漢咧少年。阿漢捌係咪水池？你捌擺入去水池浸麼？擺入去水池內邊，加有水。冇啦，就係經嘅水。當機啊！哇，當機嘅解哦，當機。你當機係白頭頂啊喂喎！你當機嘅水也燒嘅咯。特別我感覺大埔個了有做過啦，查某個少啦。啊，馬來西亞係一種啊，到底邊啊，呢 built in 嘅響住去嘅是，有人叫當機啦，有人叫當機，特別有人講當機是到底頂面出頂面嘅。我夾一條 rubber 突掉嘢坑嘅。你咪做啊？查某。即係 N.K. 呢嘛，卡就下期就接啊嘛，特別我係處一個，我係處 John 啊。John，你知你水滿係時啊，你攰人浸落去，水咪沙係時啊，我見聽啲你知哦。你講你喺入邊做乜嘢？你講我哋放水，我水拿3百。我啦真嘅，好彩都冇多相簿啲入邊做配。哦，我還沒試啊，個頭我已經做過啊。老闆，誒，菜點乜嚟啊？菜點乜食屎啊？你話 ？Hello。菜點乜？你去食物件後，菜點乜都不得呀？係啊，我覺有，隨便食。你知哦，我個日推住佢鐵拖個。係咪對？阿基啊。阿基啊。家己自嘅船啦，下落去嗰啲係。你車未點咩？啊？就是啲入邊做 submarine 嘛。係啊。阿咪佢頭本點啊！出點乜你把接去水底嗰個，有細漢嘅時，頭走去水底入面。了先你嘛，講你哋內邊唔知做咩鬼？出點乜看？出點乜變成啊？嚇？我唔是走。變啊！你唔是但係走去水底為咩？當見個走。你走。點解？誒點解我除啊？你全部水底啊？冇，我除是會就係啲我冇。係俾我唔知啊，唔解頭走住去。哇！你乖。特別好，喂，你我點解出架騎是我騎屋企母嘅騎埋處？特別我一就係嘅嘢喺水底啊。啊。我特別入面就有騎入面入騎水底入面呢咯。哦。你就係嘅水底嚇。
因为一只大母有希望两三人做这阵个，就走起来伊。哇！是唔是咧？到底講呢？係一直等等咧嚇。啊，等等嘅。啊！呢個並就是講，佢哋等間佢哋睇到 N 嗰邊，你佢人係困落去咯，笑我。啊！跟住我第一屆就是我嘅劍啊，一聽到啊你做嘢聲，你講啥？你規人接落去，你就擺落去，你規人就掉尾坐落去，你就坐落去，做伊就起來，咁樣落頭睇就聽到啊度。我不佔啊，我佢記得乜諗講係 shampoo 嘛，我有本我。買時每日安尼估都安怎先呢？你是 imagine 係你張 A 是成個。係 bathtub 乜嘢啊？當佢人嘅 bathtub 嘛，特別點解咧全部 bathtub 嘛？我會記住你 brand，點解咧你用嘅 follow 嘟 shampoo 係啊。落去。哎呦！救命！我會記咯，我記者講過是唔知咩 baby 咩換食嘢啊，成個 honey 咧。會食 Baby Johnson Baby Shampoo Johnson Baby Shampoo 發俾聽啊！嚇，我係會寫頭毛後，我特啲做喺個腦特啲話唔知喎個，特別佢聽喎。我唔知 John 個有一個車食嘅罐，伊 liquid 車食嘅，你一個後有一個查甫，格頓嘅查甫咧，真係隻蕉嘅，我未。提莫爹，唔是啊，提莫爹不了，伊是頭毛嘛，唔是啊，你一定嘛搶水嘛，對，嚇，所以搶水啲水底位一定破，呢罐全部用緊了，哎呦，笑死我，一罐都冇辦法，哎呀。嗰時候，我都再爭一間啦，物件做咗這物件咩啊？嚇，做咗這物件，嗰迄個媽咪迄個 fat 啊，寫晒 fat 藍色嘅都真係喎。哎呦，真好笑呢！佢哋樣去，好啊，唔敢。哎呦，出面，你講咩片話句這菜點樣嚟？講係咩片話？我就講我冇教講片話，因為大擺我講片話，人家就是人看出我是講咗片話。所以你冇咩教片啊？冇教片嘅話，可能片就真教。哎呦，即係我看全本人。可能片唔是按照片嘅 category 嘛，嚟講嘅按照條片。嚇，按照可能片。呢兩是打包片，呢兩 take advantage 啊，係咪？是講佢 solo 啦，唔是 solo 寶寶。我是講，大家講。冇啊，行 call，愛說我寶寶也行 call。利用你，做咩事咧？你係俾鎖掉啊？係啲。Hello，切你鎖個，切你鎖。唔，你看你講按照先人成個講利用你係啥物？按照講下。按照可能騙啊！你那想，我咪諗下，諗。按照。講騙我。搞啊！真係搞。梗係 confident 搞啊！呢真係你搞佢頭，搞。個字後你啲講過。按照。按照啊，就講真有這騙我咯。這行嘅事，點騙我爸我媽安尼款咯。按照騙咧，按照係咪物件？出去啊，無解人講啊，走出去咯，一堆嚟是講我。頂啦，去廉頂，同埋阿恆咪講去廉頂嘛。廉頂。你時去未頭走去到嚟？拍釘釘。冇啦，我冇拍釘釘嘅啦。你去大陸特別騙你爸爸呢？像個有時甲人講啊，我去學堂課外活動啊，係咪啊？要走去白聊聊。走去咁大啊？冇啦，走去朋友嘅厝啊。
哦，假如朋友做安尼有佚佗安尼款咯。當佢大漢嗰個講啊。depend 咯，有時有講啦，特別講嘅本是咪害人抌先萬嘅字。抌就話講㗎啦，John，都冇味到佢，甲朋友白白去朋友厝做咪，伊特別有看一種物件誒，你冇對啦，你知又好嘛，掂好啊。你看戲係咪食嘅嚇？會食嘅，冇諗食本嚟。你成日聽到就講你 blue film 嘅 DVD 嘅，講啦，咩啊？冇啦，定擺 VCD 呢？不，聽到你人講佢講唔到 Blu-ray， 講做你伊本是做 event 嘅咩啊？有一間做 event 嘅最近嘛，你個人講，伊講人講學頭物件事啊。伊講早時佢講你 Blu-ray DVD 甲人推銷時，伊講就你講你即係看 blue film。會記，你就記住啊，我會記啊。有咩名啊？哎呦，你若是有聽到，你特別來，伊是有唱歌，本嚟做教員嘅。哎呀，未記名咩名呀？有對聽 blue film。OK， 來，我講下呢個話，講小弟背路。小弟按得可能騙啊袂，猜點啊？想袂記啊，無好物件咪會記了，就袂記啊。該出面嚟，你該 innocent 那邊，啊 baby，唔知有騙枉哦，等我看第一邊。就是我 innocent 嘅，嗰人嚟騙咯，嗰啲人嘅時候嚟騙咯。是看你啊，成日好無理啊！好騙。等我上下個講句係咪騙？我入頭。John，我係走啊。我係走 ，OK。我係繼續講啊，看等陣要互對嚟。我 OK 啊，咁謝啊，等見。OK，拜拜。拜拜。而且我講別人件事個笑啫。等條路嘛。我看到你叫淡薄。未使講。我都未講please send 我隻小影。OK。Privately， OK。Yeah。拜拜。感謝嚇，感謝。OK， 我被講條我被騙人啊。咁我是講為咗咩特別物件去，即係1個月3號嘅，แล้ว就人無去人問對心肝掉。騙話？其實是騙嘅。是啊，再跟住就叫 Lucy 掉去騙掉玩嘅。唔知呢？其實我講咪對佢馬來西亞actually是冇對嘅。我講時去教你變成 face 佢會冇人嘅點。即係話期間半種係裏面。半種冇人嘅。半種冇人。南西都冇去嘅。我學近日一人去嘅時就咋？猜點啊？猜點啊？日日叫笑去，冇人。不，我俾講讓 April Fool's Day 時啊，有成個 trick 人啊，有成個騙人啊，騙人做小人啊，嚇。冇啊！我第一個時咪，你頭毛係咩？就條誒，係啦，你點啊？係咪？我啊！我條頭毛啊！我頭毛好似佢自己翹嚟翹去，好似。你講好騙啊！哎呀，我真超別。看無清楚，因為我靠家己嗰時就四厘嘅咪。冇啦，我線路誒，我講我特別是April Fool's 時講，你頭毛唔見一條呢？得落結，我講難頭毛咯，一條嘛。哦，是啊。從你寫嚟，點啊？喊你寫呀？應該是啊。你唔知哦，我係朋友人我係朋友啊，又覺得冇興做 April Fool 騙人嘅咪。誒，咁咪講係大條嘅騙人嘅，
最近嘛是檳榔嘛是唔是檳榔嘛是大陸唔知，有一個搞偏線啊，你成個偏類啊，可能世界首富，定住你講變成個話呀，就衰嘅。係啊。伊唔是啲荷蘭啲泰國嘢了咩？都不 get 掉了。按照講話演照片啊。something like 迄個啦 ，pyramid 嘅啦。pyramid scheme 呀，伊是買物件啊。買物件個送物件，好似種咧叫做 invest，然後咯。但我當今借啊，那款嘅物件。借啊，真係借，嗰啲是 supplement 呢。recently 個一個是 gold 咧嘛，去迄個invest gold 咧，不是迄個pyramid scheme 嘅咯，我是就砍掉了。我嘅媽咪啊，有攞條金啊，啲迄個gold 嘅啊，Geneva 嘅。是啊。20,000啊。就騙了。我嘅 cousin 伊是賣呢款gold 嘅嘛，是真嘅gold來都知哦，但government 收起來啦，賣 release 咯，伊吹到伊唔是 Ponzi scheme 來下，伊就賣 release 伊，加來 accept，所以我係叫和政府掠掉咯。安怎啊？冇啊！了掉去啊，了政府收去啊。了伊邊度講？你唔是講冇 ending 咗 John， 冇到當今冇 report， 冇係咪 news 㗎了 ，just close and then confiscate 嘅 department 是啷個 bank negara， 然後到當今點了，謝冇事嗬，安尼看咯。所以有錢伊是利用這個無一隻個 scheme 來 take action 咧，特別有你只有影嘅金一部分點嘢嚇。伊這個 scheme 是有影嘅，but 伊咁樣 confiscate 伊咯。嚟個講。我後尾先講，我講咧，我去困咧，我後尾一個。My God，你叫人倒掉咧，自己走去困。No， 你 replace 我嘛？我就係我愛出門了。OK， 我冇講，我講後尾一個天馬達 ，OK， 天馬達嗬。我冇騙過。天馬達 speed threat。OK， 低講係是。唔是，伊就講到大擺頂古人真係興掉到啦，掉大橋。就落嚟。一定係別啲迄個新邦即係迄邊停車邊啊位啊，可能停車，伊就放一個 camera 喺迄邊咧，伊照路頭前掠路嘛。แล้วkhi cái bên một tiểu kiểu itu tak ada lo, tak ada lah. Tak ada, betul tak ada. Silap mata, betul tak ada. 騙個撈個半死，我睇到講 end up 嚇，伊學到貴啊，有呢，伊講伊把攝咧，伊買了咧，然後收單咧，買架路車咧。你話丟貴啊？你話計你可能？正常啊，仲頂古當讀冊是貴邊咧，是點啊？坐摩托貴啊，坐花車80年嘛 speed， 大擺掉啲把海位。搞咯。你按照騙？講咁哦。咁我是騙啦，我是我知啊，我是聽講，知啊，我唔是，我叫咩係你頭前嘅啊？一地啦，搭到一個 Rotex， 我到底我換車 Rotex， 我換了就佢個即係有時對面，我就是換了我 Rotex， 特別未記搭到啲我車嘅你就，所以 Rotex 一下到處有個未記搭啊。試咗 stop 一步啊，over 啦。然後伊甲我講你知點解問我唔知咩 something 又冇講你 Rotex 我講我講哎呦我上次我甲老師講啦，我講 OK 我飛機我幫你甲換了我飛機係都轉出去。你係講嚇唔知啊？安怎問我你知啦，為makan swap 一種咋？apa macam 咩貓阿爸了，我聽我問講。
你講我講你講婆我3蚊啊，我講3蚊啊，冇你買一先啊，我妹。嘅時啊，咪就買緊 shop 嘛，因為嘅有時候我個講就買緊 shop，有時候我係 wallet 平常時是冇咩鐳嘅嘛，因為我都好有鐳喎，我嘅係講，我有啲嘅是10塊呢，咁就哦，然後我開幾10塊出嚟，我個白曉啊，我唔學馬達講呢個，我時頭講咧10塊嘢，我就一直實位超落去嘅。對，伊係叫你幫你 ICA 卡。哦，哈，你就叫我實，只我有較濟鐳嘅，我幾10塊出嚟，講無啊喎，因為時頭我再講我是買緊swap 啊嘛，特別我啲嘅講，我到這邊學去嘅使哦，我其實當做是3萬嚟看都滯哦。因為冇嘛，3萬頭都是掉單，特別去行嘅嘛，對300啊！哎呦，所以我係10塊本捱啊！你看下成人。係啦，唉，算了，可能我算了，這塊物件算了。嚇？算了，你掉真濟張嚇。嚇，講。真濟張啊！冇啦，冇這款代志，家人咪知嘛。嗰一個你應該無掉過，你掉了3萬，你3萬咗點掉咧嗬，咧換落得嘅時嗬，唔是人去換嘛，出來人去換，唔知喎，我唔知做咩地址掉嘅，我唔知喎。啊，這裡本是騙話。好啦，啊，聽講嗰時講騙話啊。特別咯，我成個講騙話是俾成個講為了買傷到人嘅心啊，講騙話啊！大家計水哦，好啦，做計好你睇啊！你歌唱真係好聽啊！卡拉 OK 揞住良心，呢叫揞住良心。你講騙話咧邊個咧？好聽。俾你媽好似裝。你成個睇電話啦，睇到計好聽。你講條片啊！睇電話好聽，會使，哈！啷個食條物件嚇，無好食，硬講人好食，我當然吹。有啊，這個有啊。這塊唔是 white lie 嚟咩？實是 white lie 啦。你再講落去，你現在講騙了，只歹事，騙嚟。即按照無好嘅騙，人家騙到乜做嘅，人家係騙。有啊，我過我成績單嘅。哦嚇，講嚇，我本有喎。你驚人做嘅？我換伊 number 啦，我袂記蝦米 number 了，何先生看到咯。嚇，何先生看到？哦，你驚何先生看到？了話。好誒嘛，未噶，I see，哎呦。哦。因為我媽媽是先生嚟喎，一拍後我係媽學等喎。哇，真係。哦。解嗰時冇變過。解喎。啷乜好赤頭看過啊？8，8。來阿涵。安怎頭看？安怎頭看？先生愛行咯，先生行去頭前嘅時，我人就後尾嘅人嘛換 answer 咯，每 answer 咯，有家己 sign language 嘛。然後先生行去後尾嘅時嘛，坐啲頭前嘅人做the same 咯。哦。我人SPM 嘅時啊，本有人頭看啊。伊個 invigilator 困去。哦。你講咩 invigilator 啊？我一班我人是 science 第一後一班嘛，了我人就村嘅人無趁入學嘛，成濟人了嘛，所以我人一個 class 內邊咯，個 invigilator 困去哦，physics paper 都第一空空嘅 paper， 我人走 copy。copy 別人嘅 answer 還是 copy 到啲冊位 ？copy 別人 answer 嘛，啦會冊。哦。你使也冊啲片嘛？哦。
你咪是特別有搞嘅人嘅，好多掉人啫。哎呀，OK 啦。compare 咯，較濟 compare 咯，較濟 compare 咗。佢攞啲幾條是 A B C D，但係你看住放第隻 A 嚇，你 A 冇是 correct 咯。攞把 M 貴人嘅 answer 成間咧，你咪就等等咧，你看頭。上。啊，這咧咧，查點乜咪考出來是咪就 M 人嘅 answer 貴啊？你講到這裡我就想到這裡是個點解我讀中學時嘅，如果係實在一條差嘅嘛，咁就我把你 M 嘅，我先生啊，叫佢一齊嚟跑位頭啊，我後尾見下佢。你頭尾看到你嚇，一連片咯，驚嚟驚去嘛，片是片面，而咧切，嗰時用切嗰時用手拍位頭啦，特別唔講成墮嚟嚟講，咪佢亂住看嚟看去，做下咧，好斜講，咪亂住看嚟看去。冇 end。baru嚟，嗰隻物豬就冇。baru啦，鎖佢去淡薄嘢，拍落嚟。哎呦，我啲想看，頂到是乜講句係咪正偏話 ？OK， 好冇？成日講無成日人，我真冇時間講偏話咧，做我心就亂嘅妖，亂嘅妖。是哦，是咁啊想。講樣偏話咩啊？是梗係勤課。騎好。可能是騎掉啦，個家人已經係債啦，跟住個唔認咗啦要。是我講聽講偏話對搞嘅一招咧，就是你冇法度啦，就講啦你偏話啊，你就我教落人一片啊。錯。要見特別成個洗腦呢嗬，教你腦嗬，洗你即係新嘅唔對嘅片嘅 information 變做是 reality。你就正去。你家己愛相信。家己對，你家己是相信咧嗬，你講偏話嘅時候，你特別垃圾，你面特別呢邪驚。對，這是有經驗人講過啊。哇，關鍵即係關鍵。對啊，對，特別我垃圾，你做啊，你心嗰邊咧騎。會啦，會騎啦，你成日咪困嘅時候，你切嘢俾嘢嚟上啦，你揾下咯。特別你是講掉時，你別成講冇，你睇啦，你就 confident 冇，你睇個就打我騙鬼故你。kata好啊，把關就好知啊嘛，你話貼推嚟嘛，頭貼啲係咪使廿八 product 出嚟啊？我 custom 就冇啊 ，Do you have any products 就係 No， 就驚佢啦，佢驚先嘅條。John，我對那時，我小弟教我對那時，嘛是要掠條我落嚟就要，你話喂，我喺我內邊或者食嘅物件哦，我同你講，我有五六種嘅即係。買瓜哩嘅米，未使嚟使嘛？呢度dry food 會使咩 ？dry food 會使。啊，你內邊有下你料咩料淡嘅咯？哦，依嘢咧。下你料一般，下你是 dairy 內邊有 cream 嘅咯。哦。我有 dairy 物件哦，伊講，因為我有 food， 我講我有 food， 伊講你我小弟啊 ，do you mean meat？ 伊講 meat 啊是咩？我講我人無 meat。我人無 dairy， 我人有 biscuit 呢。嚇，有。走，貴啊！乜貴啊？阿冇掉出啦，阿冇我咪隔了起車。confiscate 咯，係啦 ，confiscate 啦。仲有你八卦有貴啊？貴，沒有，你真係有要我昂啦，伊只件食嘛，所以我是八卦人暑假寄入來出邊嘅。哎呦！諗嚟啊！佢 customer 咪有講一下諗。啊，係咪 custom？ 放工啊！啊會啊，我叫啊人做啊改人嘅。哦，改人啊！改哦，呢是 event 呀。啊對啦。
安尼你邊嘅阿妹？唔知邊啲嘅人在 Bistri 嘅特大禮拜啊。哦。要做一個特大禮拜喺人大邊做一個 function 嘅嘛。Beach Street 啊？啊對。OK。有你是大邊正落工啦，可能啦。set up。set up，就是當今嘅 event 是 set up for 乜仔？是當今啲 event 啲行了。早起要7點 start。但係都當佢 set up for 乜仔早起啦。對。係咪是乜仔早起？差唔多，下邊就差唔多被4點啊嘛啊。baru 4點咯。仲有乜結款呀？拜拜。你抄爸爸。4點。背過啦，嗰個4執，嗰個執俾佢。執夠紅證。等4點嘅款，4點咪見。แล้วOK。我係寫4點款。嗱，我係寫4點款嘅啦。แล้ว即係大粒頭咧？大粒頭呢？大粒頭啦吧，kasi呢有唔記得嚟過 custom？ 我冇啦。我再講俾我。我冇，我其實我差真係那久了啦。我其實我對外檢嘅出來就是我冇係 luggage。你係check in啊？冇我俾我物件，咁咧我掂落去 jumbo box 燒起來咧，我 send。ship 呢啲嚟啊 ？ship 嘅時有冇 check 咩嚇？會啊，有 X-ray 啊。伊拉有 X-ray 啦，特別即個物件，路嘅梅話，我假如講 private 啦。一定有 private 啊 ！Just put it this way。咧隻 topic 到底唔使伊講，一片頭屎物件都冇講嗰時，你佢講嘅你可能 topic 佢咁冇講啦。OK，咪見都聽到啊。特別就是講片話冇，我人冇，我冇安尼講片話嘅。一隻跌嘅數。我冇 filter 嘅。隻跌嘅數，隻跌。假是錯就是錯了，未安怎變嘅。依我白機。但係即係。你white light 要講啊？minor 啦，我冇安尼是講啦。但晚人講即個OS 抄我對 OS 點寫我冇抄嘅。你冇抄是有抄？我冇抄嘅。我 whole life 我冇抄嘅。我確實我們想我到底讀 OS 我廿條時陣抄嘅時我跌到可能死嘅。我知你款啊，你就跌咧。你特別你本啊，特別唔係諗講，咱當見咱是咪講你抄嘅，唔是抄，我咪講騙嘅，騙嘅人先搞嘅。你騙查某對搞騙嘅就是讓佢當哦，然後見你幾歲哦？阿漢我查某對冇是假如講幾歲嘅啦。幾歲？冇，但是我是落當。落當嚇，阿漢都落當。你有帶？買啦。買啦。唔是講個單面，我看就是我嘅 perspective 就是，都買插入咗當啊好，幾歲啊好。嗱，唔係講嘅。考慮你看你家己嘅 perspective。So 假使你講 ，I mean 你當特別。It doesn't if it bo bother you. I mean, why care, right? 哎呀，撲機，呀！我啲鐵頭就 magnet 咧嚇，數對我啲 great bell 數แล้วOK， so 打波咯，搞片咯，打波搞片呢個片特別 enjoy 啊。特別好，我教人講我幾回事哦，樣本無從事，想講我便宜啊。對，你少年啊，你知你搞咩會啊？有達人就是有 baby face 嘛，未，像啊，你講你特別看面嘅是成個20歲呢 baby face 嘛。少。那就是，樣就是未相信啦。
我就講真嘅，無譬如嘅10擺有7擺愛我嘅 IC 係人看，因為我女上司。特別一看 IC 真好笑，一看上 IC 啊，我係 ICC，本是無條件係，即係 IC 是假嘅，係騙我。呢邊呢 complexion 知即係最你捌看過我嘛？即係大粒頭，你看我邊就知嘅咧，還是 baby face 啊？還是我冇講 baby face 啦，我 baby face 咩？我唔是 baby face， 我是紅嘅，我是超嘅，一啲。你人我可是我冇錯啦。以前嘅你鼻講假撈嘢啦。可是我冇錯啦人當人看下知啊。看甲錢阿嬤誒時，伊人上甲阿嬤查某25歲誒時，有逐日看甲上甲40歲咧。是有人看。所以人當人有價值。我有阿嬤嘅朋友，本是知嘅本喎。我有阿嬤朋友上我係會上40歲，特別看起來本是上個20幾歲。lucky 咯。你 all jeans 啊 ，all jeans 啊。阿嬤突破啦，突破。了OK，等講未 ？OK， 就是人把騙，我講一個物件，要死別人物件唔知實講。OK， 我咪講一種嚇，我一個朋友啊，你知人考冊係未來美國啊，那是你無，我唔知別人掉哦。特別你知人掉睇 TOEFL 嘅點時，你唔知有睇 TOEFL， 人考 TOEFL TOEFL 啦。所以就貼 TOEFL 嘅時候，我係一個朋友啊，就考不夠分級嘅考得出，然後伊家己 forge 伊個 result 之後，你就被 fax 起，然後伊都個淡薄咁不講文啊家己啊 ，because 你在伊個 TOEFL result 用無如 send 一個 copy 嚇。But 伊 officially 你都被 officially 寄啊，伊 result 唔是講真差人嘅做嘅嘛。所以伊寄啊，伊家己 copy 是伊 forge 伊 result 就。伊人 usually 當見伊都是寄啊 on 你 behalf 嘅嘛，你家講到是。定當會想，特別以後叫你寄一 copy 進去嘅，伊你成日講 OK send a copy， 你貼 result 是叫你 send a copy， 特別正樣是實在要看下 processing 嘅時，因為你成有你係，有可能伊正你 result 寄人你 certificate 來嘅時間寄進去時，伊咪是 verify 嘅咯對哦，所以。伊袂曉啊！伊去假，你知我看到伊知哦。伊去假伊 result 了吼，寄去啊吼，了伊就咪出事咯。伊又等嘛拍電話來咯，講我看到你 result 無下咯。了我俾 parents 講，俾個 parents 講，你叫我做啲 parent 喎，叫我做啲跑啊！哇！我講別。但是TOEFL無過 ，just 讀書來這邊都是 take E class 嘅嘛。係啦 ，but 伊就是買啦，伊就是先呢，所以伊個咩TOEFL最後我買我驚，我就驚，我可能未驚咋喲。你家己騙，你家己先你數啊嚇，我冇插你，我冇 I judge you anything， 你家己做你家己唔驚。but 你冇叫我嚇？演咗小說。我唔知人家小說，實是冇睇一叫我等啊，佢偷佢北京嘅事面咯。哦。然後伊甲我講，哎呀，你學等啊無好啊，你好，你就睡不到啊。但是我驚問咗我咯，我講 OK， 當晚咪是大粒頭咪是講伊唔捌頭看過咯。嗰隻啊，我細漢嘅同學唔捌頭看過咋嗰隻。了我甲 Form 4嘅時。我係 classroom 就係啊，就係 get 啊，但係要俾頭看我嘅 answer 啊，有時當時一夾我係 paper 去啊，夾個 pass 個我班頭整去，先生講嚟是我冇 paper 都知哦。哎呦！哇！我開到啊，我甲伊人講，伊人甲了食三星嘅，我係 class，伊人甲了三星嘅大個頭，你一食三星個口就歹死嗰種啊，特別伊對我個 OK 啦，我甲伊人講，你人。愛看我 answer 你使看我無嘅手琴啊，特別就是講住有啊 paper 走去走，我是起手啊無插你是住，你就是俾佢嚟甲我講話，甲我看夾當我是我就當我是看我就夾手甲是寫，我講講寫字我未看，所以唔加當我做我都當劍，所以伊度樣特別邊個嚟我冇執，我唔是講買互人看，我是講你問只我就追就掉咗。
我愛看，但係未使當。如果你愛看，你未使舉走嚟抓，然後你未使甲我拖，你未使成個叫我呢？我講你是叫到我手就是起嘅，我講無尋你咪叫我講咩？แล้ว當你食我偏病了，當叫你又唔夾貼嚟抓了。你講 coach 你要緊就是你 ，even if 你抄你都會知你冚，睇你就是第要緊了。你 plagiarism 是唔是？plagiarism 有但係像 if 你讀去真正關嘅啊，有但是你無點寫做父母嘅事啊，你嘅 classmate 講你嘅 assignment paper 寫嘅名落去 ，so hand in as group work。哦對。你會 as long as 你都會知講你讀係咪鬼。對。講你 hand 嘅事，你唔會嘅事，嘅事你考察嘅時，你抄隔了出來嘅時，你 engineering 做特別隔了，你唔知你去做係咪鬼。少。That is very dangerous 了。你 actually end up 你係點咪是自己呢？你是拖地工你未做咪是就使咯。冇啊，唔拖工個未做就使 is one thing 啊，你拖工你做了，你 engineering 個是你害人死嘅時候。好啦。像你講飛機，你哎呦，我讀 IT 啊，但你飛機 crash 時，幾廿百人人佢死。就我讀 IT 啊，我係班嘅啊，隔了搞啊照抄。人會抄啊，係講佢未曉會抄。我講到嘛，有一抄啊，有一抄未曉就讓佢輸呢。所以啊，我就好嘅啊，我讀啲學堂會啊。yang sayang kau orang si. Because ang kala friend ha, lah jauh ni. Kalau boleh kau friend, ini来呢哈，呢來呢，查波就來呢，哇，一手就來啊，呢個都做 massage。就是我呢要做 massage 我知係咩數啊。有你照 result 啊，會照你 answer 係炒啊。你照 answer。冇查波係咪？隔了啦，係咪本有啊？哇。做數。哇！唔會話你講你要講我即係未曉喎，安怎？我講你要安怎，唔是要安怎，你唔是要問我要安怎，我問你要安怎個條。我有一擺啊，我朋友抄我 assignment 啊，伊換作管委我無記人。伊是 crowdsource 嘛，伊唔知入路個去入別人嘅。嗱，伊是掠袂着機，伊掠袂着球，掠着球啊，伊然後拍啊，你看你就贏路啊。我有知道是你在coach 啊，你唔記得曬馬做先生嘛？我馬特擺過來看，你來看這 answer，伊教你看，你看這學生是唔是抄嘅？第邊啊，然後伊唔對嘅 answer。像，你知伊唔對啊，即係咁像嘅 pattern。是咯。pattern 啊，你 ABC 咁樣multiple choice 叫咩啊？點解 objective？แล้ว加寫嘅字，像你 answer short answer 係一項嘅，咁樣就係抄嘅。特別 sometimes 就俾看句抄句啦，特別你看出嚟啦，較濟。我朋友講，但你抄嘅你看未出，抄足，你知喎，伊完全無假掉啊！你看出，我真驚啊！伊人要來抄啊，我互人抄，特別我就成日看啊，你看出你唔是獨立頭，唔是看到伊抄啊，安怎啊？你是看 normally 你嘅 performance 啊，到啲 class 嘅 performance，你再講是句抄出去，你知道 ？history 啦，你未看，咁樣唔知嚇。所以先生有你別樣嘅 background 人會知講啊，即件是大偏生嚟，人知啊，樣嘅。大偏生。你知我讀 IT 啊，我 assignment 我 group work 嗰啲是用 electronic submission 嘅，所以講呢件是做啲呢 word processing 嘅嘢嘛。然後我入 USB 度，一樣啊。我講你愛抄會使，我開了我互你看，你一邊看，你一邊寫。我袂使呀，我伊樣有時啊，伊樣伸手過來啊，夾一個 USB 過來，甲我講我愛你 work，安尼講我是無好。你之後夾 USB 下掂去頭先。我是無規個 file copy 過去互人。真有 risky 嘅咯，你知喎，我當隻插就 check 起來啊，伊會 check 啊你 metadata 嘅啦。
你明啊？你只講你就是 create 係咪人嘅名，author 是係咪人解咯？我朋友佢呢只叫掉我隔壁班嘅，伊上個是伊 mistake 你知喎，伊家己伊有伊家己嘅 work，แล้ว伊去甲伊班嘅第一號學叫啊，夾伊 copy 嘅 work 起來啊，伊 copy 一個 file 啦，แล้ว伊有伊名，伊 author 伊家己嘅 creation 嘅 file，伊咪打是遐叫人嘅嘛。แล้ว伊有伊家己嘅咯，伊本寫好了，but 咧，伊 mistake 你 when 伊 submit 嘅時啊，伊是 electronic submit 啊嘛，伊去訂掉伊朋友 submit 伊朋友嘅機。哦。但係佢你講到是 computer programming 嘅物件係唔是assignment 嚟，你寫一個 unit 嚟，แล้ว你一個 unit 啊，你要交3-4項 assignment 去樣樣嘅。哦 ，because 有大嘅物件咧，就是有大嘅物件你人做嘅有 pattern 嘅。像個 even 你寫，那些你寫一張批，了 John 寫一張批 ，John 嘅 pattern 甲我 pattern 無相。無相。但是你會曉 detect 迄個 pattern 就or immediately 會知。成個安尼嚇。伊就是啥你 signature 啦，你嘅 vocabulary the words 嚟你用，係咪咁了？伊你會知。對，你係你 method 你 form 啊 form。high level 嘅 detection 了。我就是伊遐叫人啊，伊唔是啊，伊家己做啊，伊家己嘅咯。แล้ว你安尼講你submit去，你去訂咗你朋友嘅啦，解。今年冇看到，我今年冇看到伊啊。哎呦，掉突出嚟嚇。突啦。我俾幾隻人個人真係未接。佢叫頭伊 work 嘅掉 warning 啊。哦。頭一條 warning 啦 ，after that 就是人出嚟咯。佢叫 submit 伊嘅 work 去嘢啊，佢叫就掉水啊，就頭面咩伊家己出。是咁講，大學嘅物件，咁樣是 politics 嘅。我有時我掠到一個阿毛 copy 嘅。特別我嘛大，我 make a lot of noise 啦，cause 伊 copy 嘅 finals 嘛，了有大個 professor 那邊人冚起來伊嘅，嗰是家己配上嘛，阿毛講阿毛嘛，所以樣嘅啊，大學是有真係是 politics 有大個就是你嘅 grade 數無好，特別你嘅爸有真係濟鐳，所以你 donate to the university 好像會賺啲鐳，你看了，嘅一邊目睭冚。迄個有一間嘅頭，美國嘅頭是安尼咯，即係咪講啦？嗰度嚟啊！你再整幾叫？啊？整幾叫？有一間啦，伊會驚啦，伊老爸做頭，伊驚有做頭。伊個老爸做頭，驚做頭，驚會接一領出名嘅大學嘅。哇！我知啦。哎呦，兩個18呀！嚟死人嘅。阮大學好，阮有真係一波嘅記者。就我屌。係咪嘅嚇？嚟對啊！就我屌。哦，係咪我哋？就我屌。哦，係嚟，繼續。冇啦，冇走掉嘛！你哋本是拉架別人嘛，都係咁做。你嚟講你嚇，你嚟講舊片，但係你講幾句，呢個舊片。我舊片，阮舊可能片。哦，可能按照片句。我學習我片咯。哦，按照講嚇？學習我片感情咯。哦，按照片話，現在就咪利用噴類也是利用俾人做。冇啦 ，actually 是伊人嘅 ex 對去啊嘛。then 佢後我嘛關心伊人咯 then 嘛冇端變嘅伊嘅 boyfriend 去咯 ，OK。哦。then after that 伊人除咗另外一間了，咪電話咯。乜嘢？伊人電話嘅時候，個評話講冇白傾答話你翻咯。哦，一下利用下接貴呢，接。冇啦，搞到就係水泡啊！就搞到就出丁。出丁。是咯，慘嘅啫啊！咩事是出丁？出丁啦！
有着風險特別少用位呢，咁你少咧，所以你學掉。那是代替貴哦。哦。你幾？有啊，只。嚇？我本咪講，你唔使講嘅。What is kalau kau pian and all these things, kasi lu experience lu lu experience 真係這物件了，人kasi來為kalau kau pian話真係很可，lu detect 到嘅。哦。對本。lu train 家己。我是安尼款嘅啊，但是講你甲我講物件過頭複雜啊。真濟物件要做啊，我就閒了，我就袂個再聽落去啊。你先要濟物件要做啥物？都真。無，你知啊？若是講人要來閒路啊，伊直接要愛有一個個安尼啊，你就聽到安尼款，你就家己 react 嘅。哦，頂當時邊啲學嘅我唔係險學人閒過嘛？邊啲學嘅就嚟聽講。他们安尼大膽。線路下面。特別唔是講為線話下面，伊唔知做咩水實咋，我唔知伊俾騙我下面比較特別，我就係講伊大炮嘅啦。แล้วอันเนี่ยที่อันจังว่าจะดีแอดอีกเบะนะจะคงไรอ่ะจะคงไรไหม你無掛掉伊攞綠花家己食蕉咩？哦哈，加工冇聲。Hello，會聽到我未？聽到。Sorry，我當今啊，大啲嘅 logo 呀，特別我未打閒呀，我開我嘅 handphone 聽路人講話。你做未打閒？你做咩是電話口？都到啲 Skype 會聽啊。我去食教員。我到啲 hang out 啦。我去食教員嘛。我上咪試下喂。係啦，大節本有人請，我就是講，哎呀，我頭擺時我想要講，我就買 phone 呢，講買去啊喂，因為冇聽我電話，所以賣咯，冇法就去。哦，你安怎你要講啊？事實就要聽呢。我要講，特別唔要緊，我是講，我要甲你講，我chẳng會要講騙話了喂，講。講咩騙話？要識對，講嚇，你聽到？講啦講，冇好事。車來冇好事，來講就會講。你聽到？聽到個。我是講，我就會差不多在講騙話啦，若是 phone 掉伊就講。講電話去啊！我未甲伊講，我未去 ，because 我翁無好事，我咪去咯，唔使去咯。了，伊無聽我電話，佮未講啊，又無法啦，我 already 講咩，要咪去咯，巴如甲對來呢，甲伊個人呢，安尼久一過拖，安尼長。哦，第一派寫眼線是做人情嘅，即係有陣時啊，陣間我講我要講騙話，事實上我搬厝要叫我去打牌超，我是無用嘅咯。正正講句啊，搬厝嘅事，我無什麼。是講 white lies 唔要緊啦，無害人嘅唔要緊啦，若是講害人嘅無好啦。哎呀，我要聽害人嘅騙話。害人騙話。無好啦，未使講咯，咪使講，了害人誒，無好呀。要聽嗎？要聽可能真害人嘅學嘛？成個人真掉咧。我唔知，我唔知，安怎講害人嘅騙話啦。害人嘅騙話，特別害人嘅騙話，我頂我無是講 feel 到 karma 誒。係啦，無好嘅呀，咱人講騙了去害人是無好嘅，若是講。你講了是幫助人嘅要緊啊，若是講害人嘅真正無好。OK。你了個我會每日看你把成個到馬達了時啊，就講啦，學馬達了時講嘅騙馬達啦喎。哦，白佬，我講你，我同你講，真好笑誒。來。
哎呦死！我當佢咩去 supermarket 俾係你 salt 啊 for greeting the 誒開啊冇開，等陣我話我冇話開。Are you still open? Yes. Have you got any salt for greeting the drive? Oh. Road salt. Yes. No, we don't sell that unfortunately. Oh, you don't say how. You had driveway salt 嚇。伊是佢哋 driveway 掃下是咪咪？我看啲都看啲要，但我想看啲咧，我把蘋果媽打，係你猜點樣把蘋果媽打？冇啦，你把號碼打呢一句哦？冇，把號碼打呢一句，你老蝕咗咪？你唔係成日講啊 speed trap 啊？你把掉呢一句冇啊？啊你有啦，你好，咁樣你是。冇學啦。嗰陣時又講 speed trap 嘅時候少喎，嗰陣時啊你是直頭協調應該掉嘅。哦，冇趁嘅事啊，你冇趁亂話，啱我就好。冇趁亂話有就好潮嘅咯，因為好，嗰陣咗有時啊，我興你taxi時啊，係 agent 嚟拍嚟教我講我有上班冇興。哦，你好，喺十八樓是會有過年證嘅。咁你就諗第年咪 renew 啫嘛？啊，咁掉啊，之前4年冇數啊，今年冇走出嚟。哦，算咗你食哦？冇啦，因為咁只好入邊就因為你需要只興我就是講依個大年啊，要落沙擺。啊，有 discount 嗰時我一隻就 discount 80%、90%，你興過10塊就而家變興加30安嘅。哦，嚇，我冇聽過，所以你日日等啊，得。哇，你相當嘅啊！特別樣隻亂啊，伊都特別使。有咩？伊就是只有你袂 clear 嘅3萬嚟講嚇，你嘅攞 tax 就別換咧嘛對。unless 冇講啦 ，unless 冇講講啊。我係把 speeding 就俾扣分。哦，佢扣分嘅一邊 A 國嘅。Australia 咪是你扣分嘅。哦，誒，嚟啊，盧，佢主管。Hello, I don't see you. Where are you? 哦 ，OK，我看到 ，OK。你下來那邊咯。嚇？你好唔好？好來哦，我朋友唔係話。佢實話睇台灣啊，我被叫特別換。哎呀，唔免換啦，批死。頭俾同你被叫特別嚟先知。我被叫票揸個點，哦，喺台灣，所以我點解想讀條路誒？budget呢？哇！過後佢又到新加坡，可能我去 KL，你去到路就我7號到新加坡啊，7號、8號、9號到新加坡。唔係啦，我想去 KL，可能去邊個下啲事，我冇sure 了。你不要緊，你加 contact 我啦，你有。我嘅時候去除了你。哎呦，我老抓，我讓你說。是咯，想4年前啊嚇。我成日試下。你可以睇佢攞到Melbourne啊，我好朋友。嚇，住？你朋友啊，佢幫到咪？係咯，落緊你食期我定咗落去8你嘛啲哦。係啊，是咯。然後俾以前好朋友好兄弟，好，誒，你咪嚟，你阿冇，你看你幾時話特別呢件事，你咪嚟隨我咯。我29號，我到Melbourne飛去新加坡。Melbourne飛去新加坡咧？新加坡佢又去香港。แล้ว after ได้香港對嚟 after ได้ไต้หวัน香港過咩แล้ว31號飛去ไต้หวัน30飛去ไต้หวัน未啊佢有對邊呢邊對邊呢當鐵圖啊哇我20號我對嚟Melbourne我冇啊我7號就去新加坡啦10號就走 from 新加坡對嚟7號幾點搞新加坡我 try to adjust 7號啊上個時揸去airport 香港啊因為我搞新加坡嘅事，搞新加坡嗰日我可能我去 KL。KL 我有去本啊，特別 KL 我是26號去到30號。是咯，他冇電啊，我哋換開電啊，我打電啊，我去背過一電啊，好唔好？
喂，哦，呀，我背幾多唔是個鬼特別啊，二鬼。我講嘅是7、8個啊。哦，入面先啊。我嘅咋講啊，可能我咋，我對我係對。我如果 try my best 咧，所以我台灣鬼後我唔 sure that because I was just hope that I can go 平。你教我講啦，你教我講好我就得咯。我特別有 meet 嘅是，你 show 特別有咯。我 show 特別是有咯。安尼一個人，講埋先。啊，誒，真正留咗你知哦。我冇需要留咗是你暑假嘅嘛，唔係我暑假。真正暑假。我兩白路啊嘛。真正留咗哦，你個攤做隻特別物件喎，個攤攤嗰啲物件嚇事啊。冇需要啦。有紀念嘅物件。有紀念嘅物件，我講話硬江湖。誒，你。是韓國玩硬江湖，我自己出硬江湖啦。誒，總係會啊電 drill 呢，成個 drill 坑呢。Sorry， 我有掉沙啦。哦，你有掉沙咧？你有刀嘅聲啊？啊，因為嗰是我自己聲嘛。哦。你唔係食渣？你唔係食渣？我琴日食。你唔係食炸雞啊？6點或7點啊。哦。我呢邊愛做係咁嘅嘢，那 housemate 會困起來亂。我呢時我就咪去 CD 做，冇人聽我講話。我上實際買有時就我對嚟困得幾點鐘一爽。你唔見啊？你舊時你講我到底到咯，第一好你是對嚟1月3號啦。盡量，我冇機票，但係至多係點講？有 ，OK， 但是有人嚟講就攤換掉。哎呦，其實我是就是我對嘅時候係未得住嘅。然後我係會，比如說我 business class 會點啊？只有講我啊，呢度我會。嗱，我對講，almost home 我對開件 con 的馬達，即係就講啊，你講你差唔多會點解除咗嗰啲個隨時個人講可能真係騙馬達。馬達冇人先，你我好少。你嚟教我講下，你話騙人咋？不講你句騙話。我哋只能講騙話。哦，係咪數咧？講騙話係死人嘅啊！係冇老路。你個大粒頭上。你講騙話是想食魚湯，只肯騙一人騙幾間，你兩個嚟騙另外幾間，所以你騙到濟，所以錢只能講騙話。因為唔知頭唔知尾啊，大講嘅啊，變咗另外一個 version 啦，有時人相信啊，都係死人嘅。你自己捌講過騙話咩？你係老行。寫下你是有啦。嚇，講下。所以未記啊。佢後我自己講，而家所有可能。羅話冇羅有靠超，佢後我剪我係就是我細我講我冇講平話。哦。所以我按照講咧，而家講平話係死一個人嘅，唔知頭唔知尾人，你可能特別另外一個不少嚇，特別我本上我冇時間就是 gossip。gossip 有靠超比較勁。gossip 袂走嘅，人甲咧人。你 gossip 你講字嚟講袂要緊 ，alright。而且你講騙話，你講即係人伊無做對，你去講伊。特別你有人唔知嘛？就是咯，就是睇你咪時候就講騙話咯，就是有啲人嚇突然來啊嚇。你 gossip 你講只話袂要緊，特別你袂使講。特別我就咩事？我講我實際個你講未使時間 gossip， 冇時間 gossip 上面 gossip 啊！你聽到 gossip 唔是你是別人會聽，對嚟講啦，你唔使講就 valid 嘢。對，但你會 correct 一樣嘛？because 有時 gossip，別人講唔對物件，你會使講啊 ，that is not true。如果你肯講，你係對啦。我問我 friend 我冇少咁 gossip 嘛，特別我人冇講人歹話，我冇講冇影話啦。有啲 gossip 冇啦，有啲是講人講嘅物件。騙咧嗬，特別你唔知，你過去走過去，甲人講，哎呦，我聽講，你特別你 original 嘅 source 騙你，你知啊，所以但係我講一人傳我聽啊，你傳你這邊你無上 version，但係我盡量見是 pass message on 嘅，我家己就是家己講，那我唔記得佢 text，because 咪你學 text 先得方便嘛。
咁你咪講傳我講電話本錢啊方便，你前一個月通拍幾百塊，你個講袂了嘛？講你人傳來傳去，direct 我甲這時家己去教下你人講，我真係驚講生有靠有趣 ，because 大人講這樣在頭在尾啊，囡仔唔知學當嘅害到囡仔一世人嘅啊。所以一代傳一代，真係驚人嘅。所以。真係唔會騙啊！我點樣會騙啊？要緊是騙馬達的呀！馬達你硬騙，我馬達騙有啊！你話騙個馬達咋？我條臉。馬達硬騙你，馬達也硬騙你。2:30半，嗰又是使話40啊！我2:31我就抄，你講我話55，我講我冇，你講有我俾我傾，我車後背。然後我講唔知 ，because 我嗰邊40前一等嘅數，所以可能我換過來是2點，可能2:18啦，我講後尾2:31啦。你講係就是我2:30我應該 slow down， 然後講我冇，我而家我如果說我換是2:30我搞下嚟後尾1點，然後伊講我有，伊偏偏講我有，所以我就考3分，你就換到8個。哦。咁我去到我邊講咩？伊個我講一句，我想甲你錄啊，錄 back 啦 ，OK today。我講你一人都好，我後生話你看你唔嚟啊。然後你睇睇有幾條。誒，係咯，我是衰啦，你。哦，杜蘭嘅。衰啊！你是衰啊！你運衰出嚟啦。運衰，你講我誇張，你就看 A 呗。我就講，我邊講面，你講開運 ，because 一早起咧，我一換車前休息。係啦，我們想。所以有時咱還是要快下，殺掉一間日本嘛。所以有時上到本是好難，人哋看 remind 我。我學到就 lesson 啊。所以有時 blessing in disguise。有時有好歹啦，特別講平話一係死人，有較有趣嘅嘢。你安怎？你把學人成日拄到講嘅騙話啦，害到你嘅。佢冇。就是安尼看佢經驗過啊，佢夾起行嘅，你明唔明？是，所以我嗰日幾發誓，無啦，我唔是講平人啊，我講起嗰時候啦，係咪講食行嘅嘛？咁啊，就係咯，漸人數過嚟食行，當我邊類厝嘅咯，嚟隨路咯，我真係驚人嚟隨我，我是一句。哦，你成日驚講人嚟隨路，嚟厝隨路。無，I mean 講嚟食行啊。哦，要隨路大。啊那，你有影哦，其實我要去 Australia 喎喂。做咩數咧？What's the problem？係咯，會係咯，大唔要緊嘅，我係旁邊小前期啊，你都使大，咁你當係住我淨係攞嘅。Oh my，我係大個路。我自己考慮講未，我淨係攞事。我佢講 ，because 這邊冇工人咯，就係喎，然後在這本事都在，叫做本事都叫，有時佢話只話好只，嗰啲唔見時間擺了，冇留個幾時間嘅啫。我前日攞成嚟講嘅。哎呦，我慌你哦！來，阿 John 來喂。我來喂，我有 spare 喂。咪，講你要來喂。唔係，阿咩阿來使來 because 我笑，明見。特別出門我白白大，我真攞嘅。我白見到佢攞上正名稱。對啦，樣啊，有人啊，洗掉洗阿媽未有死啊。哦，你咩驚？我去你位啊，我甲你洗盤，我去老師嘅位啊，我甲伊扣厝嘅咯。我甲伊扣面層啊，我甲伊搞扣西嘅啊。你有陣時唔知嘛？你有陣時你有經驗過，你甲知講有人是 good guess or bad guess 嘛？你有陣時我講啊，你知個 police sign， 我覺得 police。冇，這裡是馬達，這裡唔是 police。馬達。這裡是馬來西亞 logo 都冇看到啊。police，你是睇到咧？你覺得貴嘛？有你昂冠嘛？你 something 啊？有咩啊？Batch 啊？昂咩啊？昂令。你真係咁講啊？你講下伊你知伊為咪是做劇啊，做咩鬼大有叫人來，咪是來 stay 嚟住食啊。你甲講啊，伊講，伊知食煮啊物件洗盤，你知是安怎洗啊？一牙咧sponge 啊，伊 wrap 面頂嚟會對面洗。哦，洗頂面咧，長頂。伊是一錐。一抹頂面呀，
無寫得啦。喂，你老師問伊做咩事都無寫，講下底我都無用到。幾係事？哎呦！你所以特人嘅 habit 都冇。安尼款你就我講出個，我未รู้你嗱先講人會去大個，嗱先講我要去大個，你要困個你之前處你唔知講咧，你就講冇啊？冇呀，我講老實一句，我真係冇掂，我前年試到我個班啦，前年試到背嘛，到我未來時到後本時，I mean 講32個 Christmas 時，我得所以我 travel 人係啦。我而家就係講，我講我拄好俾走了，然我講未係老大，講老是一句啦，冇老樣嘅，所以家姐拄好，我在差唔多要來啊，我即做我今年拄到攞到，特別是當時話卡中真係水嘅，唔要緊。然後另外一道是古班教我國家嘅，我係到對年年啦，一來個我一大可能一禮拜啦。所以我 OK 啦，伊時真係聽我等我想查某囝呢。特別阿明講，我有講故事係咩啊？在接拖啊 ，because 也是講多時啲表緊，多時啲你家己行落去多一邊，冇時你家己在坐火車坐咩你去 OK 啦。我都時啲總係有裝修，所以未喺度我冇辦法 OK 啦，因而嘛係留喺都喺厝咯。然後有時我這邊嘅Australia嘅厝啊，樓頂嗰度是辦嘅咯。唔是咱Malaysia嘅款是石你講是brick 啊，嚇，咁了阿毛國家嘅厝這邊較濟是個了是面啲樓頂是辦嘅，咁辦嘅嘅嘛，你無管你幾米嘅厝啦，偌貴嘅厝，唔是安尼款嘅，所以有時啊，你要困啊，聽人講話吱吱喳喳，你可以做啊，哇，你講人潮咯，你樓開啊，你房間是怪皮嘅，怪皮，或者咱講佢啊怪皮，咱叫你點嚟講？唔係，撇，冇，I mean 講你用台咧啦，我喺厝嗰個就係使勁台咧，見我嚟做 store 咯，我係講你用樓下台咧 ，because 你真係爭一個牛達冷冇相比嘅嘛，而家係啦，唔想講劈話，唔想講潮嘅，係啊，係。你我台咧我係唔見啊，我擺你款，你講當佢一無數界。你梗係咪叫確骨啲？確骨。冇 ，actually 我嚟這邊有關事嘅，古班俾啊，你需要時間嚟哦，朋友嚟度啊，去到這邊啊 ，OK 喎，唔知嚟這邊關事，你家己做橋噶，未穿佢啊，所以你無數間人當你唔記啊，你知。做個 boss 啊，就能夠啦。即係俾嚟這邊俾確骨，because 是人一間厝，你冇人跟我 say hi and bye，冇去人嘅厝，安尼做就。所以家己個人有一人一隻。你當你家己厝是保啊，你買人去當。我攞嚟你厝買啊，即係買appointment。你成日講人call 你，嘿，你當我應我過去找你人看咯。有啦，但係本是有啦。你時間，你冇啊！所以前寫朋友講，你知我關事啊，即係冇時間嘅啊。我拿寫晒啦，有晒，我同人講話講關事好啊。特別你識講啥偏好誒。偏好是比較緊啊！你想我叮當，我係隻項無上嘅啫，我 expect 你出來，但係你唔出來去，我係擺喺馬來啊，我係擺喺面炒炒，我驚啊伊，我唔敢佢來。你講哇，嚟這邊又無做 tour guide，我講我哋就係驚，我講我唔是講入市咁正嘅，我講我 good enough to buy the package，OK？ 我俾係啊，我俾係啦，我俾機票人嚟嗰個係人，別開面炒炒，我講先咪 because。唔係講係字，等我係高鐵啊！先，我都唔使來，我冇講唔使來，我高鐵啊！你是你歌介紹你聽，還是你歌介紹你聽？我冇介紹冇人特別講，我有朋友聽特別。你意思就按照你聽到再講你有來過啦。就到聽到我講話，要寫 message 嚟講，細條。你試啊，你來個試下點哪對咯？個別對話係。我冇講騙話啦。特別我係topic是講騙話，特別話所以你睇啊，你解啊。不過你講係咪有講騙話咯？你注意寫未清啊你？我見人講聽話嘅，所以即係睇人 habit 冇時間揾點，我未俾你難啊 ，because 有時一個environment 叫咩啊，環境叫咩？環境逼到一個人就，所以冇辦法，伊人唔是講愛騙，
邊有時冇辦法講關係，又唔知咩叫講片話是叫唔對，所以變成一個shape 啊，一個 shape 叫咩啊？叫咩 shape 啊？形一個形啊。attitude 一樣嘅 behavior。你 jelly 都係好啊，好你係冇，即係薄，一become 一個冇，一唔知喎，所以有時是 education 啊，教唔對。我點解我真係暑假，我 actually 我上床驚對去Malaysia讀冊，因為是平常真係 relax 數嘛，所以我教我誒 school teacher、high school teacher、primary school teacher 真係好啲，我諗 still contact， so even what apps I mean WeChat whatever 啦，所以伊樣講伊無支持我出嚟對嚟，我講阿咪屬於講特人要過來這邊讀冊，安怎你要出嚟對來咧？我講 because 我 believe 講 Malaysia education 嗰是被排掉嘅 ，because at least 教出來，我嗰時是屬於種我真係成功嘅，比如是成功嘅啦。我冇我哋排，這邊嘅囡仔未使跑就講片我真係教嘅喎。講片我真係教片，我真係教講片咯啊！阿咪講，因為有時感覺講是做嚟啊，你較有靠笑，也唔知咩對唔對 ，because 也 just a sense of humor。我感覺我未 accept 你款嘅 culture 咯。你較嚴啦，你就多處理解啦，你多處理解啊！我睇咗學，你個學 good， 個學 good 都是想嚴咩？你學 good 冇啦，你 set rule 嘛？我有 principle， 我講真 ，because because 我是 accountant， 然後我對 number 真係 sensitive 嘛，所以我俾唔記俾嚟俾佢啦，個女本好我閒意啦，我講誒辦嘅困難，咁個女未好記啊，我話你睇朋友個這是好記人，好記睇你中國嘅人看無限嘅，個女八百人咧，冇ခွ，我講唔是阿咪，咱做人好嚟好去啦，我講一個八百10刀個8塊啊。特別冇是對，是講對嘅問題，本來是 principle 啦，我冇試過答人整嘅。對，所以人車就一刀，我未同阿咩，我哋隨住我營養車度嘅。你嗰時見人整真係冇數㗎，未間估啊。少，唔係我唔知有幾時觀察，我見人誒試啊，我買咯。我們成我有啦，我有成日講，我有咧。就講我會去英國時本隻字人講，嚟這個，我 feel 到我 still 就冇騎哦，因為我再講人真正有意思嘅嗬。唔係按照本好啦，佢就行喺多人係處多學掉，真係艱苦嘅。有時朋友白你講佢嚟到 OK 啦 ，accept 啦嚇，一個講 acceptable level。朋友我唔白你啊，我朋友比較水嘅真係多。有，你別啦，你過戶，sorry，係你話本別啊。唔是講白，唔是講考苦啦 ，OK？冇啦，即係想你人比較做人啦。冇，唔是為人是想講咩？哇，你好記啦，不要緊啦，到你處唔是講冇辦法嘅，這會多嘛。你唔是講一件處，人你開始我啦。你冇。我係咩比較做人啊？你是？冇，你唔知你朋友整形啊？所以為人多啊，手卡住走啊，不要叫清氣嘅真喎。我唔是，我可能這邊 Q 較驚啊，所以我真係。對啦，你做咩事要去跟你朋友嚟對杯對？冇，為人是啥？伊做人仔嘛，伊做好人啦，伊朋友對佢請佢食嘛。咧我咪對咗幾步咯，你明唔明啊？因為想你是我朋友嘛，我是我朋友嘅朋友，本是上朋友嘛，一句我講人準係人看冇看過，白唔白啦？講唔白講啦。你有一句話啊？你看你人嘅就哦。真係我講一下 ，Bye bye John, not free, do. Not free, see you in Penang. OK, bye bye. 感謝。你介紹一下我看未？我等隻腳，我應嘅隻腳咯。我愛看未得了。我應嘅隻腳，你冇應啊。OK， 感謝，拜拜。拜拜。喂，我把你來呢，你感謝拜拜啊。冇，跟人諗走呢。再共來啊。再共咩先嚟？咁樣看得先馬打啦。嚇！冇，咁你講，唔是咁樣先馬打呢？來看我你咪。等陣嚇我係係咪姐？等陣，你聽到？你把它對嚟到嗰邊呢？跟住關。John。再點啊！我咪走了。OK， 我靠點啊！我可以先過人家先馬打到咁樣。
OK 啦，我走先啊。OK， 拜拜，再见嘛。拜拜。แล้วอันจะเซ็นมา講嚇，先มา打講。只股只真啊股以前啦，我在佢哋朋友，然後伊就抱伊個囝坐我車到啲面前，你無穿 seat belt 啊，所以馬打到後尾來就 stop 我咯，stop 我講，伊嘛叫我去邊啊？冇嘢，到啲馬來亞啦。到這邊嘛，那這邊冇得談線呢。正話。這邊冇得加線就死啊！我跌你冇咯。แล้ว死啊！看到我卡。點解看到你卡？等我講咩去看咋個卡咩去看？你會哇！你話個情硬咯。哇！有啲係情stocking 哦。是啊，就叫我爸爸對你買咁。有講到冰冷哦。肯定看到薄薄啊！你看掉嘅啦，看白你看掉。stocking 薄薄就有啦。牙刷頭梳起來哦。阿咪，做頭梳，未梳嘅。阿恆個屌阿恆。OK， 我講聽。誒，阿恆你困咗聽下，OK，嚟講啦，我哋冚蛋啦，我未聽過。แล้ว時哦，伊嘛是 stop 位車咯 ，stop 位車了。有時話伊叫我講你會使當龍伊講你無穿 seat belt，我講唔是我無穿，講你會passenger無穿，我講對，然後我想到佢哋抱伊家徛一個店入邊，講囡仔破病，我人要趕去看老闆。你講咪趕去 hospital 啦，還是看 clinic 看老闆？我講人就趕去看囡仔看老闆，伊講大陸位啊便宜啦，大陸位。你去啊！伊去啊！邊單我揾白條路走去白位。哎呦！哇！你冇見嚟對路啊？冇見看到你車牌啊？伊無看啦，伊就是袂累爾，即馬來。哦。我都伊都無替我行，伊無替我 anything。哦。伊對到你後尾啊？伊無對我去邊聽好勢。你咩事講啦？你講大本係馬達啦喎。所以你講老馬達時，我笑到出嚟嗰時。伊無對我，伊講袂累，我講袂累，隨見咱看老官後勢，我講大邊等我啦。我就見。我嗰隻地累，我講你大邊等我幫伊見咱去看老官。我嘛講大低。嚇？你嘛講大低，徛喺邊笑嘅。伊就是大帶，我插邊你借我做。好，你一出嚟講撇來，我講嘢，我會去 confession 個。佢得去 confession。你知係咩事喎？我講咧，我對你嚇，我個舊係硬講絲講撇來咧，我 feel 佢無好呢。因為伊講，你係咩事？你講啊，我講。係你撚教啊！我講咯。我啲朋友就係見到人講啊。唔是。係咪教路誒？這裡馬路，這裡拉線日本嘅。哦。兩位硬名話啦，講係咪是講片話？我講咧，我教英語校，你是講教英語校？唔是教英語。教英語貴啦。唔是，伊是張輝無講啦，張輝無講到，無講，別講朋友無聽。電話，所以 spare 我免講片話。你講，你先嘅時候冇講，我聽係咩嚇？我講片話 because 你來邊咧學見temberang 這邊嘛。攞住住話乜會一邊咧學見講片話佢？都是咯，學cham香講片話就見啦。OK，講早一禮拜嘅事。啊。我買一個 printer。啊。about 6個月爾啦，然後那時我去嘅時，當今有出下咧 instant ink 知哦 ，instant ink 我聽過哦 ，instant ink。that means 你俾真少錢爾，一個月你把你俾 about 7磅幾，然後你都得賺一個XL 嘅。ink black 那個 subscription 嘅呢嚇，就大家加線嚇，如果你係嚇。加線好啊，然後你知我嗱一個刀我俾嚇，一個 set 啦 ，black
係啦嚇，79磅仔哦。當今一個月baru ka hing 7磅幾呢？然後大個隻腳好啊，4年都知哦，會 print 300條，你講我買啊？我說愛啦，對哦。然後特別呢，一時幾我係 model 冇喎，although 伊用 the same ink 啊，伊冇 include 我係 model 知哦。然後我嘛是去甲迄個人，伊拄好迄個公司 printer 公司嘅人大啲，迄一間店啦。然後我講，一上 model，安怎我袂使 apply for instant ink？我會使 apply under another model 哦。伊 afterward 不 send 互我嘅嘛，對哦，迄個 instant ink。你問我，你 model 下面咪解講，伊講，你第四邊講6個月，伊講，哎喲，伊講，拍算講不要緊，伊講我教你去甲人講，你會 printer 歹當機。我咧換過無相嘅 model。了時，伊講當今迄個 model 啊，一個 store 無了。伊講，你可以講今日你就愛有迄個 printer，今日你就愛 print，袂啊有，伊就好你一個 model 了。伊甲我講。哦，啊是，伊驚伊無會啊，就得好你別個 model 啦。伊這是迄個公司人教我嘅。我講會使安尼做啊！伊講，伊講你有 ，because 我有迄個迄個 instant replacement 啊 ，for 我appliances 嘛，好 instant replacement 嘅 warranty 嘛，所以你有買迄個唔是啊？我講有啊，你講你去看，你去每樣看，你嘅 model 個有，你唔知要安怎做，買迄個 ink 買啊，你有 ink 就比你個袂用。所以我講 OK 咯，我咪去 counter， 等你一間店，嗰個人捌我嘅啊 ，because 我買伊人啊，幾十項嘅 appliances， 都伊人捌我有出嘅呀，我去教，我講，我去甲伊講，我講，你係查某大邊做單，伊就講我早2禮拜無你來買印嘅嘛，就講，伊講嘿，你個到底有個哈，我講，哎喲，我講我 printer 夠使袂用。我講你下早2禮拜無你買印呀，買用我印也袂倒落去呀，都買用了我個死，我講我當今買 print 出，我甲伊講了。我就你講你有心唔跳，我驚。我甲你跳個起頭卡。無管是講片話跳個起頭卡，甲你講，我驚講我係面 show 甲了會片話出來。甲伊講啊，你是after that時哦，伊講不要緊，你對去甲你 printer 來，你有迄個 instant replacement 嘅，你去，阿 John， 我較驚你 check 到啦，是講我講片安怎做，所以你無講片話，比較是人假如嘅，你可能上，比較舒服。唔是你講片話是人假如，所以是人教啊。我 after that 時我夾對那時嗬，我係先，我聽到只太大聲了，不要緊。我去講對那時到底超嘅紅咩？我看咗喺邊度好無歹，你甲人講歹。我講阿婆別睇你 instant ink 啦。哇！你安尼搞啊？你話掉啦？係啦，對其時哦，對其時，我安個無好事知哦，係直接係 fever， 梗係管呀，你知哦。我人更係 printer 未起喎，你伊講唔要叫我出來更好路，我驚講你知我安死戇啲，講嘅啊，講出來。我知。我叫伊行住，我驚會你問我。你記定得是你講，誒我無類，你硬講我有啊？你講人拖嘅嘛？啲咧，我講，我驚去亂住講話啫哦。我你數俾講佢，我講錄條監我咪錄我。等你我騙我。你咪講你問我，等你我騙我貴啲好路。我笑嘅你知哦，所以阿 John 冇去啊。你騙我哪嚟啫？冇去。阿 John 我啱。有啦，有試過啦。誒，做乜差唔多要笑定一隻講？哇 ，1 hour 42 minutes 啫。小姑娘。喂，冇等我。OK， 你咪你看咯，你去搞啦。
我對了，後頭嗰時你人問我，到底是蝦米物件歹你袂？是啊，是啊，我甲你講啊，我頭fireworks 啊！你辛苦幾人抓去喎？冇，我講話咩？你講你冇聽到，repeat 佢知道？我講我講，聽唔到。你 connection， 你行去是唔是？頭晚唔是看到你卡一條唔是啊？頭晚我聽唔到，伊無伊迄聲。connection 唔好事，準。真冇去。有，好，咁樣講。OK，你我講actually 啊，我這個 problem 有真啊久了誒，以前有了誒，我就下尾轉來都有了誒。我講啊，伊個 printer supposed to wirelessly print 嘅嘛，對。所以我講你抄 printer。print 一條爾，未 print 就砍個了開個了過，個 print 講到你一點聲去升啊，你升壞點聲當今砍開本未 print 嚟講。你我講 already 啊，這個公司啊，but replace 好我這個 brand new printer 了，唔知我用兩三禮拜先 replace 了會知哦。你是有影啦？有影。我講是唔是這個 printer 有 fault 咧？但所以人當今無了這個 printer。你講伊甲我講，我都是搞咯。我伊想啊，伊出一個 rhetorical question 出來就有。你伊再講，伊甲我講，伊講不要緊，你忙安尼 work up。不是我人係 very loyal customer， 我人講換一個互你去看，打落一個你袂。阿 John 個唔要緊，去看了啦。所以我再講 the model that 有係instant ink 嘅。你人就甲我，伊甲我講，伊就細甲講，伊講你咪甲人講，你來找我貴啊呀，你計啦，你把你入來呢啦。然後一個人佢甲我做把戲，伊個計先問我，你要。哦，一間有嘢嗬。上時嘅位啦。哦。講你要夾邊睇講，伊甲你講啊，若是講啊，你夾一個 model 啊，你會睇 instant ink， 你 print 就切掉誒，伊問我你知哦。是櫃子你 print 切哦，講 print 切啦，我講就是 print 切，我就是要來買 ink 了，我買 ink 了轉去買 print， 我講我起學。有時一個人佢甲我講，伊講 OK， 你看啊，我介紹你一粒，伊講一粒 model 啊，就是上個路誒，但係伊qualify for the instant ink 啦。我講有一個計先滿意啊。這個 model 有變好較壞，若是較無好，我較好，我唔會。哇，有 acting 啊！做戲，我人做戲啊！我講伊做伊 performance 上較路誒，伊講了。我講特別要壞未 print wirelessly， 這粒。problem 哦，即是講互你聽嘅啦，係咪啦？我呢戲，你就講到我那個做呢這戲都未咁樣講咩對呀啦。你 the other one 有啲，然後 after that 時，佢哋一個就要 push instant ink， 我哋講唔要緊好啊 ，OK， 我講真 happy， 日對。顧慮，阿兩物件顧慮。佢哋一粒，我唔要緊，佢哋一粒嘛，買了呀。Because it's 10 pounds cheaper than my previous one, yo. 一個輕我10 pounds。老師多少料 HP 8610。8610。多咗啦。彈掉啦都。wireless。哇！好食！哇！你看啦，佢講你媽大，一個咧佢有一大片話，真係我佢咪講冇掉片話，你講就這搞就是這講。你講咩咪啫？佢是 actually 我冇去想呢，
是哈你是叫未。哦，伊教你啦，特別我問你，即係講，你講掉是你無，你 prepare 好時講安怎拍啊，還是你去家邊啊梅你是紅起咁個笑誒。Actually 我無 prepare， 我唔知講伊梅我嘛。哎呦！點什麼？你 microphone 就大聲 crack， 即是大粒頭。你 microphone 點但是窗開是咪？衝咧。但你殺個殺出來，唔是搞啊！你講的呢？安尼。哎呦，我而家教我做啊！你講下你點先，所謂看女你就。你怪。你看緊上嗰啲起行嘅轉咗咋？你after that 對佢似係是話硬梅話啦，我幾走嘛，伊唔知 what happen 咯。你開始伊人梅，而家你硬冇對路嚟，伊講咗冇。你講咩？講嘢撲咩啊？還是講嚟 get 住你嚟？講佢就到底想個冇咩病啊？伊而家撲咩？แล้วลูกก็ยังก้องอีโอพอแปลได้กี่ไม้อ้อล่ะเหรอActually 伊有個伊個嘛特別你是個一條嘅人講伊破病還是個一條人講咩我因為我後面是無來我計破病我幾忙來安尼我可能會計了人at least 就是 at least 個有較我嘅片啦這是有影的啦，這裡是唔是講特別我買予伊來 ，because 伊來就講話嘛。了下你點先是你按照講本未用了嘅對哦。了when 你講片話你就係講緊到嘛，你唔使講緊。但是講啊，佢制掉啊，等你都掉 band 咯。我對佢時哦，伊未掉 band 嘅啦。伊人你知哦，這間公司啊，我甲伊買，我規間厝嘅個咧甲伊買嘅知哦。所以我人真出名啲喺邊嘅啊。加入來呢哈，人買嚟，我人 because 就係講是嚟買物件，唔是嚟做亂嘅。係，唔是嚟做物件。了你 confession 都未咧？未啦，未，馬仔把你去 confession 啦。consider confession 啦，你安尼講，你居然情人講。我對嚟車嘅時候，我心梗係未清嘅，梗係未爽嘅，就係我對嚟車，我借到啲車，又我講，你個司機講騙話，佢哋佢哋 printer 冇數，佢講有數，安尼借壓一過，然後我借落去，我真係未爽嘅，然後講我安個死哦，這個禮拜我哋都去 confession， 我心安尼冇爽一過。然後時伊講，你係咪事你做啊？你按咗你咪去買價錢，我講，哎呀！伊陪我一粒個起我10塊，做阿咪？我買幾一粒，輕我英文就買嘛一粒，就你幾一粒是迄個一粒呀，有迄個 instant ink， 一粒嘅英文輕就買，唔是啊？對。係咪物件是 instant ink？ This is a subscription service 啦 ，I think。對咯，特別你睇你辦幾個錢 ？From £79啊，你把你個 pay £7 something 冇得啊？用大概幾啊？大概幾啊？哦。OK，你一定係做嘅。係啦。冇被做嘅，而係。對。Because 啊，你講你這啊，你這另外一個 light have covered this light， so 這啲 I mean round the circle 未 end 嘅。特別無聊啦 ，stop 了，無聊。Sorry。你講一陣時，喂，冚蛋啦，一點鐘較嘅，要2點鐘就死啦。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感謝賈公對嚟話講，顧住你來個內來，第3篇呢個4篇，3晚個4月，แล้วก็แต่มาเช้าขี่แล้ว係藍咯，แล้วก็住個เบลาจันเกก็แต่ว่าก็住啊。蘑菇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感謝อาหาร Good night แล้วก็กุญจุยกวนตัวที่ไหนกับลังกองกุญจุยกวน感謝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จะมั่งที่ช่วยอีกชุคุณนะ Well, spare house now, okay. Okay, spare house 係使啦 ，spare house 係使嚇。spare house 因為使嗰條就問緊了咧。未有，你嚟寫前期補啊，慢慢佢會起走。咁樣記得就問聲，
咁樣其實下面咪就使嗰陣班。好啦，伊講伊無時間人去伊厝，佢伊想一上一間厝，伊講咧伊 guest house 唔要緊。然後伊講我講那時我去困你 guest house 了，我幫曬嗰就是幾你咁辦咧。伊講你自己洗錢，其實啱嘅曬走，每個晚喺度存。伊講。OK， 感謝。Actually， 你係 bum print 冇對陣辦就好了。bum print 啊。แล้วก็我จะ particular จำมันไว้ก็ตัวรับเท้า感謝ตัวรับเท้า拜拜，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過了就歡喜咱到底邊會記得咯，啊，甲新加坡會記得咯，甲到底吉隆坡會記得咯，拜拜，拜拜，拜拜。係咪說咗你找逃避？冚打嗬？冚打，等陣。講了。等我冚我就是記嘅啦成。係咪說你逃避啊？等陣我冚嘅啦，OK stop 我，嗰個呢就啱啱我試啦，我就咁。